嘉義縣去年11月才查到講，這狗仔互人掛聲大案件，頂個月佇水上查到一搭非法的生炭場，現場有63隻的狗仔，其中有10隻的聲大，蓋上去去用掛登記啊。家畜疾病防治所表示講，這細管的負責人甲問呢，伊攏講伊唔知影，而且拒絕提供狗仔來源，涉嫌犯了動保法，以及甲人移送嘉義地檢署偵辦。警察人員就挖進這間鐵厝，隨聽到狗仔吠甲轟轟叫。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、三月份啟動警方甲政府單位來到水上鄉，這搭規劃的生炭場調查。鐵厝內底四個攏是狗仔，包括茶犬、法國鬥牛犬，也有正罕見的意大利獒犬，攏總63隻。因為現場的飼養環境傷歹，全部攏互帶回安置。過程中，警察人員發現有狗仔吠無聲，趕緊把狗仔送去嘉義大學檢查。家委所送來了2隻動物，對，那它就已經沒有比較正常的這個聲帶組織，而在它的腹側面的地方是形成一些斑靶組織，所以我們會認定說這2隻狗它的聲帶是有受到一些損傷。攏總有10隻狗仔疑似互人挑工，甲聲大掛掉。家畜所表示，狗仔會用叫聲來溝通表達需求，聲大互掛掉，乃造成狗仔心理壓力、賣有氣管的問題。這款行為涉嫌侮辱動物，細管的負責人所問啥攏提唔知，對狗仔來源嘛交代袂清。家畜所認定違法，甲人送嘉義地檢署偵辦。由於聲帶是犬隻重要的器官，割聲帶的行為，經本所嚴謹的認定，已經涉及違反動保法有關刑法之規定，所以本所於3月底已經由政風主任收集相關資料，函送地檢署偵辦。按照動保法的規定，除了驗條以外，袂當對動物做非必要的手術。那挑工造成動物的重要器官失去功能，相當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而且並科200萬以下罰金。家畜所表示，針對細管的負責人非法經營生炭場，已經採取數十萬的罰款，同時沒入63隻狗仔。記者林偉霆、柯家族、傅朝陽、嘉義採訪報道。